好，来继续来看是这个婚林土库的青年农民林家良，伊透过水保局的青年回流相关的计划，积极甲在地青年推广着土库的人文历史。这个是邀请着北港的画家苏俊石，改所画好的图来做成着灯箱，挂伫土库的三面路，和这个艺术甲在地文化相结合。 土库青龙林家良真积极咧推动土库的人文特色，记录在地故事和历史。透过争取水保局第2年青年回流相关计划，即摆邀请到北港画家苏俊石做伙来做灯箱，挂伫土库的三面路。蛮欣赏他的画风啦，把阮土库吼一寡店家来帮伊画一寡土库店家的故事啦。 灯箱的想法其实真简单，是画家苏俊石用电脑画图，甲土库的故事画出来，而且搁甲印出来，放伫有电火的箱仔。伫暗时电火拍开的时阵特别水。我们希望可以做出实体的东西啦，就把这个灯箱的这个 idea 带过来，就是手绘的能力，然后用电脑绘图去制作这些作品。 目前已经完成作品挂伫土库的街仔路，即摆成品有10件，透过灯箱这种上直接的方式美化土库嘛，记录在地。可以吸引别人目光，看起来蛮暗暗的，那我们现在把它做出来，走过去又有另外一种感觉。土库三面路已经看到相关的作品，然后厝边的民众会使去参观，把婚林的水记录落来。好，来继续来看。